自2023年12月17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受苦的仆人。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上主讲：看咧，我的仆人要做的，一定会完成。伊一定会受高举，得到荣耀，受高升到至悬。真侪人看到伊会奇怪戆影，因为伊的面貌受损伤，伊的外表无亲像人的款式。安尼，伊会互万国着惊，互列王黄喙毋敢讲话。过去毋捌领受的人会了解，毋捌听见的人会领悟。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的气力捌对啥人显示？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影浮出来，亲像君对大地发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威仪，通吸引咱；嘛无好看的外貌，互咱通羡慕。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阁受真侪苦难，经历逐款病痛。人越头毋看伊，咱藐视伊，无甲尊重。伊确实担当咱的病痛，担当咱的苦难。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毋过，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为着咱的罪过受碲喙。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上主将咱逐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毋过伊恬恬无出声。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刣；亲像羊母，互人剪毛，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减有人关心伊的遭遇。伊为着我子民的罪过受鞭拍，伊受处死，对人间消失。虽然伊无用暴力，无讲诡诈的话，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甲好业人带做伙。总是上主愿意予伊受碲喙，受苦楚，予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伊会长岁寿，看到子子孙孙，予上主的旨意通过伊来实现。经历受苦，伊会看见光。对伊的体验，伊会心满意足。我义的仆人会互真侪人称做义人，伊要担当因的罪过。所以，我要予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甲强猛的人分战利品。因为伊甘愿放杀性命到死，予人列入罪犯的名单。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搁替罪犯祈祷。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对52章13节开始，经文对拯救的描述开始呈现介无共的风格，按强大的力量转变做虚弱的模式。对读者来讲，这个形象并无生疏，因为这位仆人含42章第1节到第9节、49章第1节到第6节、50章第4节到第9节所描述的是同一个人，拢是照着受压迫、虐待、牺牲、背负众人的过犯来完成救赎的工作。
今仔日的经文就是第4首步人之歌。伫新约圣经，受苦步人的意象，逢用点耶稣身上，伊本无罪，却甘愿为着拯救世间人，承担罪名甲刑罚，落马牺牲性命。毋过，互人学得理解的是，上主的拯救竟然爱透过步人受苦来完成，这无疑误是逆理，也是奥秘。毕竟，人伫面对困境的时，无论是内在的罪恶，也是外在的苦难，无毋期待全能的上主会当迅速施展大能，互人轻易脱离难关。做事，毋知你是毋是捌想过，假使每一遍人想要对危机的中间脱离，总是需要上主动用新业技术来化解。那安尼，上主赋予人的智慧甲才能，阁有甚物意义呢？假使生命得救，敢若是上主用大手一握，就会当互人拢听信。信服，那呢？上主赋予人的自由意志，阁有甚物存在的必要？何况安尼受控制，还亲像伫机器人身上输入程式所产生的信心，敢毋是显露出虚假甲操弄？若是安尼，信仰不过甘若是依附伫上主大能之下的复制品。绝对毋是实质的存在。就算是安尼，也有一种看待受苦步人的方式，迄就是步人的牺牲。显明上主的疼，毋是控制甲操弄，也毋是高高在上的指责和定罪，反倒是甘心乐意。受苦的步人邀请人观看甲感受。自由得受吸引甲靠近，进而产生真正的信仰，甚至参与伫伊的救赎行动中。建会年的小花这本册讲述一个阿富汗少女甲厝里的人伫塔利班政权下勉强度活。这本册毋但描写掌权者的残暴，阁记录弱势者追求生存的勇气，厝里人和朋友的疼。这本册感动人的所在，并毋是激烈的控诉甲说教，反倒是伫困境中散发的人性光辉，带予人希望甲力量。迄是塔利班强硬的手段，安怎也做袂到的。就亲像作者写的即句话：日久爱轻俭，毋是提高声量；雨水会通互花开，毋是雷鸣。受苦步人的姿态，是一种谦卑的邀请，邀请世世代代失落的羊群，伫生命的幽暗所在拄着主，伊拄伫遐甲受苦的人同受苦。这就是上主的拯救。伊的本质原本无坚不摧，却采取雨水般柔软的姿态，渗透入咱刚硬的内心深处，互信仰开出美丽的花蕊。默想，受苦的步人甲我的性命有啥物关系？受苦的步人甲我的性命有甚物关系？咱来祈祷。慈爱的上主，感谢你，互我对受苦步人的心志甲温柔的行动，看见你广阔的疼。认捌信仰毋是教条甲规范，反倒是用牺牲做出永恒的邀请，互人来跟对你，领受上帝的疼。奉主的名祈祷，
阿免。愿上帝赐福你，心灵拢永行平安。